可以看到漂亮的傣家姑娘，撑着美丽的花伞，穿梭在人流中，犹如一朵朵盛开的鲜花。澜沧江上回荡着悠扬的旋律，阳光下转动着艳丽的花轮。一条五彩缤纷的傣族花伞长廊，走来了一台台北乡儿女。它们舞动旋转着那美丽鲜艳的花伞，让浓郁的傣乡风情和激烈的民族传统文化从那一把把的花伞中相互。我不让中国花，像一朵朵，像一颗颗碧绿的翡翠，更像一枚枚清澈的蓝，让人仿佛置身于花的海洋，梦幻多彩的世界。年轮承载着西双版纳各族儿女走过花伞般转动的岁月，抒发着西双版纳各族儿女对党的无限感激之情。旋转吧，飞舞吧，祝愿傣乡各族人民团结和睦，幸福平安。祝愿西双版纳的明天辉煌。公司的主题花车。云南金孔雀旅游。漫天御花园隶属于云南康旅集团所属景洪城头的4A 级景区。漫天御花园的前身是傣王御花园，300多年的历史。景区于1982年依托御花园遗址重建。西双版纳南桥公司是在西双版纳水族馆有限公司、新乐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基础上，于2022年5月成立的商业管理有限公司。前公司傣泽中医馆、云南横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9家轻创企业共同制作的。近年来，西双版纳共青团坚持把迎接党的20大召开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20大精神作为工作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团100年庆祝大会最早开展宽带业务的电信运营。经过多年的精心经营，中国电信目前西双版纳移动服务手机客户景兰酒店、景兰演艺等系列产品和品牌。3年9月，是一家专业从事生物科技研发、推广和生产的农业科技企业。